多謝主席。尊敬嘅行政長官閣下，喺2026年嘅施政報告提及，研究設立政府產業基金及引導基金，將會推進確立基金嘅治理架構、績效評估和監察機制，政府及社會資本共同出資，由專業團隊對基金進行管理。並且會建立科學嘅評審機制，物色符合澳門長遠發展所需嘅標的進行投資，並吸引項目及企業落戶澳門和合作區，助力新興產業發展。本人對以上嘅施政方針深表認同，認為設立政府產業基金在引導產業發展嘅同時，亦能有效地豐富澳門資本市場嘅多樣性，促進社會資本多元參與，並引導產業結構朝着有方向性嘅適度多元發展。長官喺早前曾經提及，計劃於本年內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就產業基金嘅資金規模、管理模式、投資目標同埋運作機制等開展前期調研。在此，請問長官，設立政府產業基金嘅研究工作現況如何？預計何時可以向社會公佈研究工作嘅階段性成果？多謝。多謝黃議員提出嘅一個問題。產業基金同埋咧係引導基金咧係我提出嚟嘅，所以今年我去咗長三角、去咗北京同埋珠三角咧，更加覺得咧係有必要設立呢個基金。政府要帶頭設立呢個基金咧，去促進經濟多元，你支持、物色支持同埋你共同咧係去推動呢啲企業咧係能夠促進我哋多元發展去落地。其實係一個政策工具嚟嘅，國家而家好成功㗎啦。國家層級前一排國家就嗰個大基金又唔知第幾期又開始，亦都係有呢個作用，所以咧我哋會做。我亦都講咗啦，呢個基金咧係同社會資本一齊，亦都唔排除到時候有啲私募基金佢都可以係你投資㗎。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係啟動呢個規劃，呢個大司長咧佢負責有個小組，有個小組去統籌咧，佢自己都有個小組統籌咧係去請一啲人士、一啲有經驗嘅人士去規劃同埋研究咧，係主要係規劃佢嘅整體嘅基金裏邊嘅運作嘅架構啊、目標啊，即係比較複雜嘅，佢一定要先做好評估、績效評估啊、監察呢方面。預料咧係呢方面咧，今年年底、出年年初，佢會有個研究嘅嗰方面嘅啟動呢個工作要做，到時候咧唔知過2、3日啫嘛，係嘛？佢嚟嗰陣時候，你同佢交流下，好啊？因為具體咁專業，佢唔係一般嘅金融產品啊，基金好複雜，一個產業基金係嘛？好嘛？我只能夠話俾你聽，因為我唔了解咁多，到時候攞出嚟咧，我哋都會討論㗎。佢研究完咗之後，我哋一同會同大家，特別金融界啊各方面可以大家一齊提下意見，好嘛？多謝你，